就是咱做伙来共读上帝的话。上帝的话记载伫圣经，记载伫马太福音11章25节到30节。11章25节到30节。迄时耶稣讲：“爸啊，天地主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有将这个事对有智慧、有学问的人藏起来，毋过对细汉囡仔启示。爸啊，是啦，因为这是你的好旨意。我的爸已经将一切拢交托我，爸以外无人捌囝，囝甲囝爱要启示的人以外嘛无捌爸。劳苦背重担的人，拢着来我遮，我要互恁安息。着背我的担来学对我学，因为我的心温柔谦顺，安尼恁的心神会得到安慰安息。我的担合用，我的担真轻。今仔日我要用谦卑这个主题来咱来做伙来学习，耶稣来学习，耶稣来学习谦卑。差不多初代教会人对耶稣的形象上界显明甲清楚的，就是伊是一个谦卑的救主。所以你若注意看圣经，有够多咧讲起到耶稣的谦卑啦。这个谦卑的定义是啥物？我家己安尼甲伊定义，就是愿意诚做奴仆，降落身份去服侍正人的态度。愿意诚做一个奴仆，降落家己的身份去服侍正人的态度。伫1520年路德马丁宗教改革的时阵，迄个时阵已经去用教皇改定罪啊！伊就写一本册叫做《基督徒的自由》啊。迄个基督徒的自由，伊安怎讲起一个信靠耶稣基督的人得到的自由是啥物？伊内面讲两句话，伊安尼讲：伊讲基督徒的自由是啥物？因为信基督徒是全然自由的万人的主。因为咱的信心，所以连教皇嘛袂使甲我管。咱只有降服伫耶稣基督这个人尔，因为安尼相信基督徒有教义的信心，咱甚至比教皇的身份尊贵搁较悬。总是另外伊搁讲一句话，但是因为听基督徒全然顺服伫万人之下的奴仆。受一切的管辖，咱伫信心内面是一个尊贵的人，荣耀的祭司，什么人咱拢无应该伫降服。但是，搁另外一方面，咱有听，所以咱甘愿主动欢喜降服伫所有的人下面，为着互人会通得到基督受一切的管辖。耶稣来到世间嘛是安尼，伊嘛是安尼，所以今仔日咱所读的圣经，伊直接安尼讲：讲我今仔日一切所有的耶稣来到世间，一切所有的拢是天父交托我的。除了爸，无人知影囝；除了囝甲囝指示的，无人知影爸。我所讲的一切，我所做的一切，我拢是受上帝交托的，因为我就是天父的奴仆。所以伫耶稣的教导内面，一再重复，伊讲：我今仔日所讲的一项代志，拢无一项是照我家己的意思讲的，每一项拢是天顶的天父爱我讲的。我所做的每一项，嘛无一项是照我家己意思要做，乃是照着天父爱我做的去做。所以耶稣伫这个世间，伊所做的，包括传福音、医病、赶鬼，是天父上帝叫伊所做的。伊所讲的教示，嘛是天父叫伊讲的，伊就是天父的奴仆。
伊的身份虽然咱拢讲是救主、是基督、是君王，但是伊非常清楚认知讲，我就是天父的奴仆，我来到这个世间就是要完成天父的旨意。而且伊讲，我嘛无求家己的荣耀，到最后所得到的荣耀，拢是为着天顶迄个天父的荣耀。我无要荣耀家己，我的荣耀无算做是啥物，我是要荣耀我的天父。到落尾，耶稣基督伊最后伊甚至家己的意志，拢降服伫天父下面。最后咱拢知影，克西马尼园，伊伫遐祈祷，然后降服，然后行就十字架的道路。但是，就是因为安尼降服到落尾，做奴仆顺服到落尾，上帝甲伊提高起来啊！伊本来有上帝的形象，无掠家己甲上帝做平等，伊本来会使甲上帝平等，反倒当谦卑伊家己，取奴仆的形象，成做人的款式，有人的款式。已经变做人的款式，伊个卑微家己，顺服到死，而且死伫十字架顶。所以耶稣基督伊所讲的，伊所做的，伊所有的态度，拢要显明我就是天父的奴仆，顺服到落尾。但是，就是因为伊顺服天父爱伊讲的，爱伊做的，到落尾，上帝颠倒使用伊。甲伊高举起来，互伊所做的大有能力，互伊所讲的大有影响力。圣经记载讲，每一届伊讲了，众人拢稀奇伊嘴所讲的假事，因为伊所讲的亲像有权柄的人，甲其他的经学士、法利赛人无相像。颠倒当伊谦卑家己的时阵，上帝来使用伊。咱来看耶稣伊伫世间所讲的教示，嘛是拢咧教示人谦卑，差不多就是圣经咧中间咧讲迄条谦卑，毋知我哩做到毋知要安怎讲啊，有够做会做啊。所以伊开始教示时阵，讲迄条天国山上的部分，一直开始就讲谦卑的人有福气啊，因为安怎？谦卑的人有福气啊，因为安怎？天国是因的。谦卑落来，天国就是恁的啊！所以你看，这个谦卑对咱有偌尔要紧，咱毋嘛得到天国。谦卑落来，天国就是伊的啊！伊开始传福音的时阵，伊嘛安尼教示讲伊做一个譬如，讲恁中间有人去种田，有人去饲羊。当你对农场转来的时阵，这个萝卜转来的时阵，你敢会甲伊讲，赶紧坐落来食饭，袂？主人会甲萝卜讲，你就算讲去饲羊，转来了，主人嘛会甲萝卜讲，你搁去准备，你搁去准备暗顿，等主人食饱了后，你才会使食。萝卜嘛是安尼去听，安尼去做，做了后时，萝卜爱搁讲啥物？当你做上帝吩咐你一切所做，恁都爱安尼讲。阮是无路用的萝卜，阮只不过是尽阮的本分而已。所以耶稣家己嘛是安尼认定，我所做的是尽一个萝卜的本分尔尔。不但是安尼，耶稣毋是干那嘴讲尔尔。咱过来看耶稣所做的，嘛是谦卑伊家己。耶稣过来甲伊奉请去食饭，有好野人请伊去食饭，有侪人嘛带伊去请伊去食饭。有一届，伊甲即个抽象的利未来做伙食饭的时阵，耶稣既然甲迄个税吏，就是抽税金的人，大家看作真歹的罪人，甲因坐做伙，就受侪人的批评。批评耶稣讲：耶稣，你甲税吏、甲罪人同坐倒吗？做伙啉食吗？耶稣却对因讲：健康的人毋免医生，有病的人才有需要医生。我来毋是要呼召义人，我来是要呼召有罪的人。不但是对这有罪的人，耶稣专工甲这人做伙。搁有一摆，当耶稣咧传福音的时阵，有一个囡仔，
有一个囡仔，有人带囡仔来见耶稣，爱耶稣替伊换手祈祷。门徒就责备遐个士大人，遐个大人，甲因讲耶稣咧无用，总是耶稣讲，互囡仔、互细囝来到我遮，毋通禁止伊，因为天国是伫遮个人的。所以连囡仔来的时阵，伫遐咧吵，耶稣咧真无用，搁叫一个人出来叫耶稣甲伊祈祷。亲爱兄弟，你有最爱囡仔的人请举手。啊，囡仔伫遐咧吵的时阵，你有最爱的人请举手。无半个人，所以咱嘛足无爱囡仔。啊，你搁咧无用的时阵，囡仔搁来吵，你有爱的人请举手。咱拢无爱啊！我印象足深的来中山教会2012年来那个中山教会，有一届咧讲道时阵，毋知在座的人还佫会记得无？迄个时阵突然有一个囡仔，毋知安怎，伫第二场礼拜时，撞来头前遮，啊，特别爬来爬去，爬来爬去，走来走去。咱拄仔咧讲道，拄仔咧做礼拜时，无一个人敢动。啊！我只好甲伊讲啊，你若要读，你以后读新学才阁起来好啊。伊就赶紧落去啊。亲爱兄弟，耶稣连迄个囡仔拢甲伊接待，有侪人伊接待，连囡仔嘛接待。伊若无处萝卜的形象，甲你我共款，看到囡仔就足烦啊。甚至咱家己亲生的囡仔，踮啊腰巴叉伫遐咧烦的时阵，话袂听的时阵，咱做爸母嘛挡袂牢。耶稣既然讲叫因来，叫囡仔细囝来到我遮，毋通甲伊禁止，因为天国是遮个人的，天国是遮个人。我实在甲恁讲，恁若无回转亲像囡仔的时阵，决断无法度进入天国啊！所以咱就爱亲像谦卑，亲像这个囡仔共款。我想耶稣伊毋是干那讲，伊嘛是安尼做。当最后的晚餐的时阵，耶稣替伊的门徒洗骹，迄是萝卜才做会到的呢。然后甲因讲。恁都爱亲像安尼，彼此洗骹。在座兄弟啊，亲爱兄弟啊，叫你加留5分钟，你就挡袂牢啊！佮替你边仔的人洗骹哦，头前后壁的甲伊请安，你都无爱做啊！佮叫伊替你甲伊洗骹，但这是耶稣吩咐的。较等先走的人，爱先共洗骹了才走。爱个耶稣真正吩咐伊的门徒爱替人洗骹，伊家己先替人洗骹。无人爱做这款的身份，但是耶稣基督确实，伊伫天父面前看家己是一个奴仆，伊教示人，嘛是教示爱成做一个谦卑的人，爱亲像奴仆同款的态度。伊家己本身嘛是安尼做，安尼去对待人。耶稣教示谦卑，今仔日所讲的谦卑，一定有伊的道理。因为头一项，谦卑互咱会通充满着感谢。今仔日所读的圣经，迄个时阵，耶稣讲：天地主啊，感谢你，我感谢你。因为你将这个事对有智慧的人来隐藏起来，却用婴仔来启示出来。耶稣迄个时阵讲这句话的时阵的背景，是等于传福音的时阵拄着真大的误解。连约翰嘛误解耶稣讲，到底你是毋是迄个弥赛亚，还是阮着爱搁听候别个人？约翰本身是耶稣的前锋，伊专门就是咧替耶稣铺路的人。但是到落尾，连迄个甲伊上界亲近的、上信任伊的约翰，伫遮嘛怀疑耶稣的身份。所以约翰找起人去问耶稣讲：你敢真正是迄个弥赛亚？或者是阮着爱搁等另外一个弥赛亚？耶稣拄着约翰质疑伊的身份的时阵，抑阁有。耶稣讲这句话的时阵，因为伊拄着伫
伫高列信、伫伯赛大、伫加百农，等下去遐传福音的时候，耶稣伫遐嘛行真侪神迹，总是遐个人拢无要接受耶稣。所以耶稣讲即句话的时阵，正正是约翰怀疑伊，其他伊传福音的对象的人无要接受伊的时阵，迄个时阵耶稣讲：爸啊，天地主啊，我感谢你。迄是罗卜的做罗卜的人才讲会出来。受人拒绝的时阵，受人怀疑的时阵，也个感谢会出来啊！我相信耶稣伊心内是安尼讲：我一切所有的拢是天父交代我的，除了爸以外，无真侪人知影我。但是不要紧，天父知就好啊。高列神的人唔知影我，不要紧；伯赛大的人唔知影我，不要紧；加百农的人唔知影我，不要紧；全雅各的人唔知影我，不要紧；全以色列人拢唔知影我，嘛不要紧。连约翰嘛误会我、怀疑我，嘛不要紧，因为天父知影我就好啊。只有做萝卜的人才有这款的心志，所以伊就感谢上帝。至少我所做的是合上帝天父的旨意，我所讲的是合天父的旨意。众人拢拒绝不要紧。总是我所做的是主所欢喜的。咱教会有幸福小组，幸福小组的人有当时传福音一届两届，都无想要传啦，因为常常受拒绝。咱兄弟有当时向咱的亲友，毋望伊来教会，伊传福音一届两届三届5摆10摆，常常受拒绝。亲爱兄弟，你就好亲像耶稣传福音去到加百农的时阵，受人多拒绝，互咱得到上界好的安慰，就是讲，不要紧，天父拢知。迄个时阵，咱就得到安慰啊！我的厝的人唔知，不要紧；我的朋友唔知，不要紧；我的亲友唔知，不要紧。天父拢知，咱也安尼。就得到安慰啊！毋若是安尼谦卑，互咱得到会通感谢，伫困难的环境嘛会通感谢。谦卑，搁较会通互咱照即句话讲，得到天父的聪明甲智慧啦。所以讲，爸啊，天顶的主啊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将这事遐世间认为聪明智慧的，拢甲伊隐藏起来。总是你婴仔甲伊显明出来。耶稣是咧讲，这个世间自认为是聪明智慧的人，颠倒无法度去体会到上帝水智慧。总是一个人若谦卑，亲像囡仔同款的时阵，伊就会得到天父上帝水的智慧，来通亲像囡仔单纯、仰望、看家己是也无够额、无知的人，颠倒会得到上帝属于天顶的智慧，世间的智慧，大家会容易夸口、骄傲，无承认上帝。总是当咱若谦卑落来时阵，会得到属天上帝予咱的智慧。英国足出名的科学家叫做哈雷，足出名，因为伊发现到这个哈雷彗星的轨道，所以咱即马拢知影，咱知影就用伊的名叫做哈雷彗星。你一定捌听过哈雷彗星。这个科学家叫做哈雷，伊甲当时一个基督徒的科学家叫做牛顿，两个人是好朋友，所以牛顿甲哈雷是真好的朋友。这个哈雷嘛真有智慧，研究天文，总是伊无相信上帝。这个牛顿嘛是足出名的科学家，总是伊相信上帝。有一届，牛顿就发明一个太阳仪，一个太阳啊甲星球伫遐咧射，足水的，啊嘛足好看的，啊嘛非常的准的一个太阳仪。
这个哈雷看到了后，就来看到去到牛顿因兜看到这个太阳系的模型，伊讲哇，遐尼水的太阳系的模型，哪会做甲遮尼好？还是什么人做的？牛顿就甲伊应讲，无人做，本来就有啊。伊讲，啊你凊彩讲的，遮尼水的物件，透有可能无人做的？牛顿就甲哈雷讲，既然敢若一个世间的一个太阳系的一个仪，你着遐尼懊恼，遐尼感觉遐尼赞叹，这个世间宇宙遐尼大，遐尼互人敬畏的上帝的创造，你既然讲自然就有啊，你无相信有一个创造主，所以对迄天开始，哈雷看到牛顿安尼讲，伊就相信有一个创造主，也信上帝啊。牛顿伊伫最后的年日的时阵，伫年老真老的时阵，伊安尼讲：我毋知影即个世间安怎看待我，但是对我来讲，我只不过是伫海边仔咧佚佗的一个囡仔。偶然中间，我捡到一粒真水的石头，甲一粒较水的贝壳尔尔，我就感觉足欢喜的。但是我还未发现的石头，还未发现的贝壳，毋知偌尼多。伊真谦卑，虽然是真伟大的科学家，总是真谦卑。我只不过是敢若伫即个宇宙中间发现一粒石头尔尔，太多还未发现的物件，我也毋知。世间的智慧有当时啊，互咱会骄傲，总是认捌上帝的智慧，反倒转互咱会哪谦卑。耶稣继续讲，谦卑的人，我的心内温柔谦卑，恁着背我的担，学我的款式，安尼恁的心就要得到安息。耶稣甲伊讲，一个人若谦卑落来的时阵，伊就会得到平安。伊就会安息。谦卑本来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较低的意思，低下的意思。谦卑就是低落来的意思。所以耶稣讲，你若会通将你的身份改屈低落来，降低落来，亲像萝卜共款的时阵，安尼你就有平安啊，你就会得到安息啊。所以当咱是安怎会受伤，无法度得到安息。是因为咱看悬咱家己，咱就无法度得到安息啊！耶稣伫即个时阵受到攻击，啊，总是看伊家己就是上帝的萝卜。亲爱兄弟，萝卜，咱若看家己是萝卜，有当时做萝卜，互人嫌几句啊，哪会要紧啊？总是咱若看咱高高在上，人若甲咱讲一句话，咱绝对挡袂牢。敢毋是安尼？萝卜互人嫌一个，咱就感觉啊，我本来就是互上帝所用的萝卜，啊，互人讲话哪会要紧？有一个足出名的牧师叫做穆安德烈，伊写一本册叫做《如何学习谦卑》。真少有牧师，迄些是有神学家咧写即个主题，讲学习谦卑啊。爱专门将这本写起来，这个主题，佮出册，伊讲如何学习谦卑。伊讲这个谦卑，确实是咱信徒一世人爱学习的。所以伫遮伊安尼讲，伊讲咱必须要完全无助来到上帝面前，承认咱家己做袂到谦卑这项代志。家己来死，上帝来活，不断操练家己，敢若亲像拼空的器躯，无家己需要上帝来充满。软弱好亲像婴仔共款，到上帝面前，真单纯需要我靠上帝扶持甲安慰，用耐心来听候上帝。
而且接受生活中间逐款的苦难，甲人的侮辱，将遐个常常互你受气的人、折磨你的人，当作上帝的恩典，将互你受气的人、折磨你的人，当作上帝的恩典。因为迄就是你，互你会通学习谦卑的功课。伫人的面前，将喙齿筋高调，忍耐的时刻，当作是学习伫上帝面前要保持谦卑的机会，准备接受上帝的恩典吧。所以，这个穆安德烈，伊讲做一个奴仆，你要安怎学习谦卑？就是拄拄好是当人甲你侮辱的时阵，人咧甲你折磨的时阵，迄就是拄拄好，咱会通学习谦卑的机会。各位兄弟，你有阿门无？你无清楚我的问题吼？折磨你的时阵，侮辱你的时阵，就是咧学习谦卑的时刻。你有阿门无？折磨你的时阵哦，侮辱你的时阵哦，讲阿门的人，后一届人甲你折磨、甲你侮辱、甲你骂时，你都爱记会牢哦。你今仔有讲阿门哦。啊，伊讲了真好，我甲伊整理起来。大概伊咧讲的就是讲，咱承认家己无够谦卑，拄着人的攻击、侮辱，抵到咱要受气的时阵。拄拄好是咧学习谦卑的时阵，而且也就是咱咧开始有机会拼空家己的时阵。迄个时阵，亲爱兄弟，这个穆安德烈牧师讲，就是准备你要听候领受上帝大恩典的时刻啊！阿门。所以伊咧讲起着学习谦卑对咱有利益，就是迄个时阵，当咱拄着迄个时阵，正讲。就是咱会通去成长、学习谦卑的真要紧的时刻。咱若处理好势的时阵，咱就会得到真大的祝福。有一个现主时足出名的歌手，叫做女歌手，美国的女歌手叫做泰瑞斯，熟悉的人请举手。伊会通讲是今仔日全美国上界出名的女歌星啊、女歌手啦，泰勒斯啊。啊，我问一届，捌你的人请举，知影即个人请举手，哦，真侪人捌你。你敢知影？当伊也无足出名的时阵，伊是一个 country girl， 敢若伫迄个庄卡所在的查某囡仔，无出名无代志，出名全代志。当伊开始得奖的时阵，迄个时阵，人开始就开始甲伊质疑啊，人就开始问讲。啊！你写的歌敢是家己写的？咱就开始质疑啊！啊！你身材哪变啊大颗？无出名拢无代志，一出名人就讲啊！你歌敢家己写？佮家问讲啊，你咧唱的吼，敢真正你家己唱？无出名拢无代志，一出名所有的攻击落来啊！伊甚至为着安尼来得到忧郁症，因为受足大的攻击。但是后来伊想通啊，伊后来想通啊，伊感觉伊都爱。来思改变伊的思考，伊用伊的实力来证明伊家己的能力，所以伊开始做这样动作，将迄个选民听有无？伫网络上甲伊攻击遐人叫做选民，伊将选民甲伊攻击的所有内容啊，拢甲伊写做伊的歌。足有智慧的，遐个选民啊，甲伊攻击遐话，伊拢甲伊写入去伊的歌内面。所以伊的歌愈写愈好，攻击愈多，伊歌写材料写愈多，大家攻击的物件煞变做伊的人生的材料。有够巧，这个查某囡仔哪会遮尔巧啊？所以亲爱兄弟，老人甲你攻击，爱诚做你信用的材料。所以要写一条歌，写一首歌，伊安尼写讲：有一天我会住在大城市，而你只是一个刻薄的人。有一天。我会强大到你不可撼动，而你
还是一个刻薄的人。你为什么要这么刻薄呢？有一天我会非常的出名，但是你还是一个刻薄的人。下里去野瓜，所以亲爱的兄弟，将所有攻击你的话语，你若谦卑的时阵，甲伊变做你的材料，你就会愈来愈勇壮。所以，当咱若谦卑落来的时阵，颠倒，互咱那勇壮，互咱会感谢。反倒转，互咱得到上帝的帮助。最近你若有看《民数记》，圣经记载摩西，圣经安尼甲伊形容讲，摩西做人谦卑，赢过世间的众人啦。摩西谦卑胜过世上的众人，所以当迄个时阵，人扣我来要甲伊攻击的时阵。摩西无为着伊家己辩护，伊只有做一项代志，拍败伫上帝面前，一句话都无讲，只有拍败伫上帝面前，上帝就替摩西来出气来报复遐个反对伊的众人。等到摩西得到上帝帮助，等于谦卑伫上帝面前，上帝就替伊出手啊！迄就亲像罗马书所讲的：“深渊在我，我必报应；天平主怒，深渊在我，天平主怒，我必报应。深渊在伫上帝，互上帝去生气吧！上帝一定会报应的。”亲爱的兄弟，这就是耶稣望咱会通学习伊的功课。所以，咱就要做一个决志，在咱的生活中间，爱来操练这个谦卑，爱操练谦卑，不断顺服上帝的话去行，而且会记得耶稣的形象就是一个奴仆，伊比任何人拢更较谦卑，咱就学习耶稣的模样。最后，毋若对上帝谦卑，嘛还是对人谦卑。看待每一个人拢比咱较好。一个足出名，伫文艺复兴的时阵，一个雕刻家，这个雕刻家甲达文西两个是真好的朋友，米开朗基罗甲达文西是真好的朋友。但是有一届，达文西嘛足出名的画家，伊竟然对这个雕刻家米开朗基罗来呛声讲。雕刻这项艺术啊，无需要用偌济头壳，是一个真呆板的工作，嘛真垃圾的工作，无亲像画家同款。这个米开朗基罗听了这句话了，心中受到真大的侮辱，感觉家己的心互插着同款，转去以后开始失眠。真长一段时间拢无法度创作，但是过无偌久，伊开始变换一种的态度。伊接受真出名的一个礼拜堂顶悬的一个画作，伊只啊真尽力用4年的时间来画这幅图。到落尾，当伊画了的时阵，迄个达文西就甲米开朗基罗会师咧，请你原谅我当年我迄个时阵讲话无拄好。为着我家己的骄傲，你来道歉。咱就用咱家己的实力，用咱家己敬畏上帝的态度，来证实咱家己的能力。若是安尼，咱学习谦卑，咱就无法袂受到侪人的攻击，反倒当人攻击咱的话语，会通成做咱信仰的材料，甲养分。帮助咱成长，亲爱的兄弟，咱伫这个世间未免会互人受攻击，未免咱所做的确实是无够格。迄个时刻，咱爱学习亲像耶稣的谦卑。咱若谦卑落来的时阵，上帝会高兴咱。同心来祈祷，亲爱的主，我满心感谢你。你找见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间。伊处奴仆的形象，
屈过家己，伊毋若是诚做你的奴仆，伊还阁伫即个世间，还阁诚做正人的奴仆。主啊，即款的形象是阮一生会通学习的。请你的圣神提醒阮，当阮受到攻击、批评，当阮做无好势，毋望阮来通学习耶稣奴仆的款式，互阮心中也会通感谢，互阮心中会通照着别人的攻击，成做阮生命的养分，通互阮哪来哪亲像耶稣基督。愿咱的祈祷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